頭先先來看，即馬台北榮總已經證實，這輪泰集團的總裁溫彥良在今仔日透早4點外過身去，伊是食到76歲，家屬是照伊的意思，這後事會簡單辦。那溫彥良呢，對這接輪泰集團去做看企業的事業版圖，一直到做這社會公益等等，對這個社會貢獻是真濟。光頭的造型是真濟人對輪泰集團的總裁溫彥良上深的印象。台北榮總日透早4點21分證實溫彥良過身，親人陪伴佇伊的身軀邊，伊享受76歲。家屬回應講，會照溫彥良在生意願，簡單辦理後事，唔設靈堂，唔辦公祭，也未收花庫、滿聯甲背包。來看過去，溫彥良也捌佇真濟站重大事件徛佇第一線，親像2014年頂新毒油的風暴，伊擔任食安決審委員會的臨時召集人。捐給政府有關的部門做食安的專用，不要再成立什麼基金會了。總裁，你會覺得很委屈嗎？接下這個職務，然後成為重視。我沒有委屈。會覺得被消費嗎？我也沒有覺得被消費。溫彥良1970年代對一個行歹路的少年仔浪子回頭。互運輸講話，轉去讀冊。1989年繼承家業，接管輪泰，成功甲傳統的紡織業轉型。伊做規半世人的生意，毋但佇2012年宣布捐出95%的財產，創辦銅獎，擱佇國際科學研究的領域有發揮。2022年，擱正做營建業領域頭一位得到獎的工研院院士。唐獎的意思呢，是我們全體的華人。我們來面對全世界，它的意義是這樣子。那設定這4個獎項的目的呢，就是為了補諾貝爾獎項的不足。企業的傳奇人物離世，和各界真唔甘。南山人壽發表聲明，感念溫彥良長期以來是對社會提偌濟，就回報偌濟信念。展現無咧輕分商業利益的態度。另外，溫彥良捌捐21億來起台北榮總的醫護宿舍。院長陳為民佇受訪的電話當中是後更甜，無法度講話，伊用文字回應來表示，溫彥良是北榮的大溫情人，希望榮總的後輩永遠會記得伊的身影。記者綜合報道。